意啊！注意啊！报道上5年嘅主机，3年就100，听听下啊，听听下啊！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点啊！那你够还5年啊？学成干做老妹子你就细听哦。怎么来唔样啊？全唔晓得呼吸，真会来唔样啦！学成听爱做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注意啊！哈口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给。松绑一条走，相信自家无路用。无从就无风，当当当当。下下個種，當當當當，下上個種愛樂唔愛交錯，當當當當，莫強勇，當當當當，硬有的溫暖在心中。年前盼年梦，终于我送出一冲动，恨天不迷茫，大不了去家电幸福。莫偏就莫法，当当当当。下下個種，當當當當，下上個種錯了唔錯假錯，當當當當，下下個種，當當當當，下上個種愛流灑在心中 ，and kill my tail。关于3名大学生入山失踪，我们有深入的报道。这3个人都是国内知名大学昆虫系的学生，这一次入山没有经过学校的同意。这唔是教育的问题，根本就是当年叫热拢会发生的代志。年轻人啊，就是凭这一股冲动，什么准备也没做，也不考虑任何后果，这种行为真是丢脸到家了。这就是咧浪费咱社会的资源嘛。呀，我现在啊，热成，苏哥，那无带啊，你做嘛去无带啊？我都带甲手带啊。臭白讲，听错我带，大茶猪有精，就从大茶猪有什么的风控用啊？啊，竟然哦！那个钱，阮师傅杀败的。唔嘞，大哥的啊，我姓侯啊。唔怕，拿了。就讲系大哥的，某天的啊。你为什么没有先等我就先打？还打到没电？要很伤命哎！那迄硬去树皮的。
杨英泰，会啊！今晡日，迄年农历3月7月30号，对报道上时间跌下来，迄第3日嘞。俺刘同好，那时候唔对讲真言讲好啦，唔会有事情的啦。如小 P 强讲，小 P 强哦，敬小 P。有没有？松柏啊，没事情啊。妈，嗨阿姨，谢阿姨，还谢，我唔记生我，挨东乡三傻。哎，做乜干啊？叫嘛个？有乜好叫诶？有嘛很多事路，叫嘛个啊？大宋子。我实在唔像声音，似甲系太戇久，但无出到新闻，出于想得太好神，第三个请回路。所以啊，哥，推硬老爸讲。再唔會查，捱住嗰下前昂嘅，捱起太昂。杨一泰，杨一泰，開啦！你點解這麼幹啊？这边吗？是怎么了？好厉害！天时看起來係真嘅，不過主強上有落雨嘅，唔對天初離開呀。唔講順定學巴行，聽到行嘅出去，一下咧，捱住唔知能行到哪？呢個停捱咗3日好。小飛強最近我攀法行，發燒，叫發火，人有冇喐嘅，狀態唔係好。
你啊，是小屁熊，好伊个，咱晓得照顾伊。人较囝，你啊骗，去送伊看哪？还穷有通多查一查，清楚当无？学长，谁你啊？灯来转来！飞发，你太宰治了！来对天发誓，我真经唔系伊咧被关的人，不过，假如是我真经捞到我某尸体，我敢无杀。可以嘛，黑嘛，谁眼老你别做标本啊！对哦，来输的。不过，要做女神的清明节路，唔可能你不会想到同多的事情。做过的，冇做过的，想做的，冇想做的。
你用到了？好。你干嘛？不要用到我的哦。系臭蚂蚁系主任，臭蚂蚁也种昆虫，跳拿做在凊彩日，专从向毒的树，老渐渐的做作动实实。不过不管样板厉害，螳螂捕蝉，都顾唔到晓飞。迟到的同学站起来。昆虫系1年级许瑞成同学，记不记得开学的第一堂课我就说过了我的规矩，迟到视同当表。很好，明年重修，坐下。还站着干嘛？还有事吗？主任，反正你每学期都会开课嘛，那你当我下学期好不好？这学期已经要期末了，让我过了，拜托。其实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，我也觉得你一个人呢是孤单了一点。能一进来就趴在桌上睡大头觉的，欢迎他明年也再度光临。学成，恭喜你，你有办了，明年重修，坐下。各位同学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，老师认识的几间公司呢都在找工读生。这个暑假期间啊，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去卖什么汉堡红茶的。对除虫工作有兴趣的，可以到戏班登记走这个。还有人有问题吗？没有。臭蚂蚁跟死，听说抢回880处。学弟，刚刚主任在上课的时候有说过有2个任务要交给我们完成，那一件是提供解剖学的材料，那一件是暑假除虫公司的工作。为什么？我暑假很忙什么事情啊？你不要跟我说你是要睡觉、泡妞还是卖汉堡？你呀，这个浪费症。就不要浪费这个暑假啊！而且刚刚主任也暗示说，千万别浪费时间，不然怎样？不然像你上课睡觉，你对得起老师吗？我期中考满分哎，接下来用睡的都会过。吹牛也能赢哦，教点吹牛菜就好了。来，拍一张。学弟，听我说。杨英泰，你的态度不对，书读那么好有什么用？你2个被列为黑名单了，来不了。你们2个难道真的不知道唐朗元是我们大学1到4年级的教授，也是系主任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主任准备对我们阿丈？对，就是阿丈。你们慢慢聊，我要回去了。杨英泰。学长，如果我们都听你的话，我们就更毕不了业了。当一辈子的学长不是我的职业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吹牛太边缘健太哦，你要拯救宇宙积极之生命，还万世之太平哦。反正我就是不要参加，我准备转系了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读昆虫系很丢脸吗？为什么不想读？就是不想读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好老。你画的哦，简直就是达芬奇太。画的比我好吗？画的比你们两个好是应该的吧？臭脸太，你是喜欢昆虫的吧？好有趣哦，把昆虫画的这么好的人，想要转系。许同学，我最讨厌别人帮我乱取绰号。哎，学弟，我查过，星期三下午我们都没课，那菜市场见。去抓解剖学的材料，不见不散哦。要记得哦。学弟，学弟，你看，怎么知道我跟他又不熟？你不错哦，跟我约就没有迟到哦。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来市场干什么，想到都睡不着哎。昆虫系就是要有求知欲，不错哦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是我的问题。不要管那么多，快走。学弟啊，听学长的就没错啊。快，学弟，这边，前面那边。这些天我勘察过了，就这摊最多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挑战地球上最危险的生物哦。废话。好啦，向我讲解一次，仔细听哦。等一下，我会用手把布给掀起来，然后用扫把把满满的蟑螂扫下来。你呢，用这塑料胶带快速把它接起来，知道吗？演练一次哦。准备，掀起来，扫下来，接住，绑起来，好，快的哦。掀开，快点，绑起来。哇，学弟你不错哦，很有天分嘛。正式喽，来，准备哦。1、2。大功告成，嘿嘿。学弟，小强学长，下一次抓蟑螂可不可以提前讲啊？在我的人生里面，可以不要看到蟑螂，就不要啊。学弟，不错嘛，果然跟我一样有翰林的特质，简洁有力，处变不惊啊。汉你也是客家人哦？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啊？我是哈尔滨的汉人，我爸是哈尔滨，我妈是汉人，故说我也是东北客家腔。我是山西五节棍嘞，我妹是汉人啊，不过同事有讲，故说讲起来免怪怪。我目家啊，都讲手好的，人唔情土情，让未来本艺术姑，还有啊，老安唔偏命，听说我有一家胎。红偏苗啊 ，OK 啦，太不出。你是谁哦？老爱公主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报警！蟑螂的解剖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昆虫比它更容易取得，而且大到可以让你们好好研究它。
学成，你还是男生吗？手套拿掉。这是你第一次解剖蟑螂？不是，动作还蛮标准的，不难。不过至少你的态度有所改变了。昆虫的研究可以是孤独的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所有的项目。所有研究的基础都建立在团体合作上。比如说，帮大家准备材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要谢谢陈冠强、许瑞成，还有杨英泰，帮大家准备材料。王泽强，爱处理项哦，总唔得，对付也总呢，好好讲啊。唔讲系真系上统计的。嘿，唔怕，嘿好总，本好总处理啊。上碰硬希望，来啊！哎，讲哈。学弟。相用诶，讲啊！我解释一下，老瑞成请到解剖学用的蒙查，不过去储存公司嘅事情，老瑞成冇办法添数，因为储存公司有license 我去甲去考，无打算去。ยังเข้า唔到，ยัง考试哦。人生总唔得用衰毛来逃避。考试有乜解好强诶？继续考啊！学弟，学弟，做乜嘅啊？唔是小啦，冇问题。冇问题。来，进来。蔡总在讲，学弟，明天就要考试了，你还在打电动啊？公布堂啦，迄那盘查过诶。去年几下考都是低空飞过，看一环境啊，却无神法管理，不是小啊，10年修的空一族，8年修的空哈。蔡总在讲，我是唔想让穷下水哦。
读书啊。你用我一定爱你要见啊，学弟，哎，我去，又读书啦。你在学校成绩普通，实验课也没什么好表现，不受也很反生给后给飞。有赢他这个书卷奖，还有我这个昆虫通，哎，暴增，还工地储虫公司表现良好。听说买本臭麻的刮目相看，脑缺氧哦，咦小，塞逼啊！学弟，你啊今日梦梦的哦，温度25度，空气潮湿又不黏腻，你啊今日血虫的轻度好。学弟，你的室友要毕业了吧？黑毛眼容易看较黑，好，就对一下快事。快什么改啊 ？Start our new life。除虫菊精只是因为结构上的不同，在药效上也有所不同。除虫菊精类杀虫剂对哺乳动物的极毒性较有机磷为低，但对昆虫或是回去但对昆虫的灭飞效果只是极佳，只有对不同动物。你用不滴啊？来含两个鸭搭子烘起来烤丝啊！何总，付唔到呀！你得存10分钟，要到综合大楼来靠虫，起码要7分钟，付唔到全部靠的。你用不滴？哦，阿弟啊，靠丝有冇咁好强？继续靠啊！因为这你靠无够啊？碰唔到你啊！高兴大家都通过了我们的证照的考试。今天我们第1名是许瑞成同学，大家为他掌声鼓励。请各位以小组的行动下去换装，准备今天第1天的工作。现在唔系讲唔爱来嘿，真呢靠蘑菇。最近唔能做点么？咱对速度做点互相告诫嘛。许神父，学弟，乜嘅意思啊？来到瑞城枪黑。你们你爱去的化学工厂、民宅、铁工厂，做点行吗，学长？学弟，冇关系啦，你拜考试听听精神啊，那有搭摆就 pass 啊。哎呀，就算到昆虫内没动好啊。俺们上堂迄个弹枪下字年卡。根本搞唔清楚，这个来脱太好，我怎么敢认建议？
你唔想同伊咧留级，唔伫都摆落好种嘅建议，也无靠到，应该无出来跳，怎安尼？自卑引发自傲，无出来跳，要通发手讲诶。除了春蚕到死丝方知，陆剧里面还能玩下去啊！都到阿希嘛。都在了。你唔伫我行去演，系无爱先包。做唔对啦，喂啊，胡萝伫无？你这，最后告咩？这么年轻哦！我是来打工的啦，走吧。不过仓库还很远哎，你们穿这么多，不热哦？走了。等一下啦，照公司规定，我们要全副武装啦。穿成这样，从没死我们都先死了。有正妹，这样不帅。你们快点啦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还有下个打工哎。好了，走谁了？小妹妹，刚喷完半个小时不能靠近啊，就算进去也要把门窗打开，你知道吗？我才不是什么小妹妹，我明年都可以上大学了，好不好？哼。哦。你们还要多久啊？很慢呢。应该快了啦。怎么讲嘞？婆婆妈妈的要怎么快？婆妈妈。哦，你们这里就是个生态系啊！哇，不只有蟑螂哎。哦。这附近啊有山坡，本来就有很多虫会跑进来。哇！你们还要多久啊？快一点，我等一下还有事哎。哇哦，特殊品种哎。哦。你们除虫公司的都这么奇怪？他们啊，他们不是除虫公司的，他们是外星人。难怪你们好像哦。像地球人、外星人。地球人、外星人。1、2、3，3只小虫，好像哦。拜托，我们一点都不像，好不好？哇，这虫很少见哎。大哥们，赶快来看，嬉皮走哎！这些啊，
一定是因为长期接触到化学药剂所产生的变异体，太惊人了。坐好。徐月成，你再乱举错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哦，这好像才怪什么啊？这就是 Patella Germanica， 神经，是吗？你看清楚哎。哦。小心跟得宠，太差了啦！不要动了。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手的唔用啥，含伫迄马给虫诶，手绵绵呢。从命关天哦。就是都痛包喺蒙擦丁，有乜解好挨吱吱咧？哎，看清楚，莫强用。唔对，迄客家人哦，挨咩迄呢？客家细妹。辛苦诶，呛色茶，迄挨起家泡的哦。唔对，唔会吃到对物件哦。乜嘅福建嘅啊？何总啊，写字两个啦，那是到啊。就到嘛嘞。红桶茶哈，也是柚子蜜，错冇？苗栗铜锣的吼，也应该是清米一季的，要在时间的捧桶看了，米红一定要辣烟。有哦。好小，就还以为你等下种你，当你妈跟猫屎咖啡。你點乜嘅啊？阿爸喺學棚嘅嘅。學棚嘅嘅，本棚嘅當道，聽說動通嗬。同棚嘅，係唔會青菜當然嘅。難怪唔會來橱窗公司打工，因為唔養蟲嘅，錯嘛？唔係 part time，係 full time，我有 license，不過。我三傻做嘅昆蟲呢，好生誒。普羅，昆蟲呢，就係幾年嘅雌蟲誒、竹蟲誒、血蟲誒，幾可呢哦。我看到蟲誒，就係幾麻皮。細阿妹，昆蟲呢好嘅東西多誒。Who cares？ 唔 care 啦，家我一定要一行。唔就遠唔係上看，我標準的昆蟲人，小屁屁狗啊！一衝動神氣呢？當然啦，有神氣，有 romantic。我條昆蟲呢寫來嘅，當 romantic 哦。唔想看啊！我條做得帶人去，就我條長啲嘅蝴蝶骨，看容易嘅，含做得做火養蟲，送本我。真勁啊 ，so romantic。我韓細時節，我有中意一個細妹，韓勇子則俾一件楓葉留佢告白。佢老愛講過，真心將愛看到的，就
想要看到，也就是俺的初恋。因为就继承亚爸的养蜂事业，不受掌托昆虫呢，用恐吓大兵。唔系啦，阿爸无希望挨托呀，挨托昆虫呢哦，挑丝。挑丝嘛个意思啊？聽錯係味道愛，冇辦法唔記得叫你什麼？古說唔托昆蟲呢，味道愛，我下人反對沒不管，錯嗎？拜托，昆虫只有5秒钟的记忆耶，哪有乜嘅愛意啊？我又沒講錯誒。他搞什麼？唔可以查，就係味道愛。哎，你啦？安子誰？查東兄。唔會。我希望唔似咪多記。Yes sir，味道愛。毕业啦，幼稚城。哦。哎，兄弟，我係合作，我會伫學弟做乜嘅托昆蟲呢？是你查的啦，靠一多分就他媽跟你啊，那你會想按多？味道愛哦。我就不信你填到志願的時候什麼都沒想，太後4年就會本研調準備好一個上國嘅鈴神對無？係鈴神，唔曉得講有好講，要去志願考，唔係學院服，學長。這樣是，我老田等工廠的證件卡拿出一本500塊。冇想到，今仔甲發就冇講。迄種，那個未來，那個資源，要給伊習慣迄種冇。我聽說，那個女生，這個樣子，做就好無味。要係毛辣的。這個任務我們放棄。許瑞成，無這款啊，用不會佇 M 做準備。瑞成，景风呀，哪个女神？许瑞成、杨以泰同学去捅胡蜂窝，差一點連命都沒有。你們在幹嘛？啊，搞什麼？你用不會佇啊？你做乜該條條壓壓騰騰啊？再講呢，我去告你騷擾。落水嘅皮筒，怪娘沒得講，嘅愛路逼迫，同不樣了嘅事。希望嘅動作，清清楚楚。兩沙三妹，出現了心度嘅傷，共慘慘的用力的呀，笑眯眯嘅痛碰的呀。
都伫家，摇久的